乡亲啊，继续来看咱台湾有一间专门咧做电子竞技产品做甲真出名的企业合作维生微星，最近是引发到中国网友的不满，因为微星公司卖去中国的电脑器，就是电脑的滑鼠，出产地毋是写中国台湾，是写 ROC， 也就是中华民国，这是互中国的网友相当的不满。因为安尼，微星伫咧中国的子公司是伫咧社群平台发声明来道歉，讲微星科技是中国的公司，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那微星伫咧台湾的母公司对这个代志都无回应咯。专业的起盘、耳机、要耍线顶游戏，要有这专用的配备，想不到伫中国伫卖时却出问题。以电竞品牌出名的微星，伫中国卖一款崛起总杯地址，写的是 ROC， 也是中华民国的缩写，和中国网友袂当接受一个问这个服务人员，讲 ROC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思，想要甲准过，抑过安尼，和这网友更较挡袂牢。代志发生后，中国微星伫社群平台赶紧回应，强调讲微星是一间中国公司嘛，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针对巨款的包装产品地址写了唔对去，真歹势。除了将市面上的产品收回去，嘛加强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母公司台湾微星拢无加讲。我印象中几乎是没有看过这样的表示，商业产品通常是标演 MIT 啊。至于是台湾是国家还是地区，那看他们对方怎么诠释，我们怎么诠释的问题，或者国际版或者中国版是分开来，就是你至少在中国上市的版本，那你可能还是依照当地的规定去做标示。实际到台湾山西的量贩店，会使看到总部的地址，并无特别写讲是台湾还是 ROC。这做地是写中国大陆、中国广东等等，就是台湾的厂商入去到中国，连商品的标示，拢会引起对方的网友这大的反应，这恐惊是生理人无想到的代志。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